今天我不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都被你套住了，我怎么走？放开！你别说，这腰带还是挺结实的。腰带给你这么使是吧？别他妈碰老子！哎！真没有必要把我送回来。我想，正好上来看看好不好看。这有什么好看？好看啊！哟，池大少什么没见过？那可多了。说。老公，我好想你啊，能不能来陪陪我？快走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真舍得我走啊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有批蛇在你爸。谁跟你说的？小刚，多嘴。你走吧，我要洗澡了。正好。哎，一起洗。哎，你有时间跟我耗，你爹可没时间跟你耗。赶紧走。我不。走。走。晃来晃去，晃得我心都乱。妈，姐。月月来了，来，叔叔阿姨好。哎，阿姨，送您的。呀，这不是我前2天看中的那款披肩吗？你这孩子，前2天我不是说了我不要的吗？阿姨，您就收下吧，这是我的心意。昨天才发的工资虽然不多，但买个披肩的钱还是够的。你这孩子，你发的工资都拿来买披肩了，你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平时一个人开销不大，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。妈，先吃饭吧。哦，吃饭。哎，来，来走。不要客气啊，月月。哎，没想到驰骋他姐姐还挺难搞的。
就算你们想要驰骋收心，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女人上门吧？就你弟弟那样，能找个女朋友就不错了。月月这孩子吧，虽然家里条件一般，但人还算老实，模样也不错。他还老实，你们没看出来他什么样啊？哎呀，你别胡说，你才见人家一面，能看出什么呀？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要听就大大方方进来听。阿姨，驰骋走了呀？说是有点事，哎，咱不管他，接着吃啊。来，你坐。怎么是你？你是失望我不是驰骋呢，还是失望我不是月月？你知道了？那驰骋，他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之后嘛，就不一定喽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喜欢江小帅，我想让你帮我暗中撮合他。不可能！像你这样的纨绔子弟，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师傅往火坑里跳？江小帅怎么就成你师傅了？我原来就是他，在背后帮你出谋划策。你们就不怕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驰骋，坏了你们的好事？你不会告诉他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告诉驰骋，破坏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驰骋就会继续抢你喜欢的人。如果你真心喜欢江小帅，你就不会冒这个险。哎呦，坐一天了，哎呀，腰酸背痛。小帅，小帅，你怎么来了？走啊，我带你去按摩。算了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。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按摩师傅，特别专业，比你这个师傅专业多了。师傅，你走啊！师傅，谁成师傅了？行了啊，别打哑谜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们说，要是驰骋知道背后是你在出谋划策的话，你们两个的下场，谁会更惨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别威胁我师傅。小帅，听我说，反正这个事情迟早要挑明，大不了这个仇我不报了。那驰骋呢？他会放过你吗？大卫，我真得找个师傅。走吧，咱俩去按摩去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师傅，你这按的不错啊，在哪儿学的？你想学啊？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行啊。首先啊，找到斜方肌，斜方由上往下捏。郭总啊，要不你让他练练手？我可以吗？我能说不行？嗨，来，那来吧。哎呦，慢点。哎，走。先找到斜方肌。斜方肌。哎，对，再往下一点。哎，在这个地方，来，使劲揉。好。
然后往下走到肩膀这儿。到哎，对，这儿。这个顺序记住了啊。那不你们先按，我们先撤。走的。哦。舒服吗？舒服。江医生果然是妙手回春啊。你下去吧，我不伺候你了。药效也是你下去，这里是我的床，你床在那边。不是怎么回事？你就按刚才我跟你说的价格，手套手袋，亏了钱，我给你补上。是池少，那池少介绍过来的蛇蛋肯定值这个价。池少慢走，慢走啊，池少。居然找到操作签了，你说这生意做的，赔不着赚不到的，白玩儿。哟，你瞧瞧，你们这吃的都是什么呀？月月，要不是你带我过来呀，我才不来这儿呢，又热又闷又潮的。我觉得这里还可以呀。我住的地方挨着高速公路，每天晚上吵得都睡不着，这里安静多了。这么吵，你怎么睡呀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呀，干脆搬过来。啊，这样你们俩在一起呢，相互有个照顾。别，我一个人住习惯了。你还能一辈子一个人啊？总是要结婚生子的。保罗，别理他，听阿姨的，今晚上你就住这儿，别来回折腾。阿姨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都认准你这个儿媳妇了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池骋的。真乖。在看什么呢？我操，小粗包忘了放出来了。来，出来透透气。
阿姨，你们睡了吗？正准备睡了。哦，他今晚对你怎么样啊？你们有没有闹矛盾？没有，我跟池诚好着呢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，你们没闹矛盾就好。哎，过一阵子公司要派池诚去外地出差，你也跟着一起去。你自己把握时机，我和他爸爸都等着抱孙子呢。阿姨，我跟池诚还没结婚呢。可以回来再结嘛，你们俩只要感情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好，阿姨，我知道了，我跟池诚会加油的。嗯，那你们忙完了早点休息啊。嗯，阿姨再见。然后呢，药呢一天吃3次，每次吃1克。谢谢小帅医生。没事。50万到手。哟，有个富二代男友就是好啊，这钱啊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。这钱可跟他没什么关系，这都是我自己的劳动成果。也是啊，你帮他斩恶女、寻蛇窝，他给你这点好处也是应该的。哼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给人家送点什么吧，毕竟人家这么尽心尽力的帮你。这上季度的饲料费是6万9，小师弟的管理费是10万，加起来17万，还有蛇园的电费、租金、水费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上个月我借了我妈的1万块钱，加起来再减掉，只剩3万多了。3万多，买块表。我现在又没工作，我总得留点自己的生活开支吧。那除了生活开支还有多少啊？5000多。送套衣服？不对，我妈下个月过生日，我得给她2000块钱，还剩3000多吧。送剃须刀？也不对，我上周没忙过来，请了3个临时工，工资还没结，去掉他们的工资，就剩36了。哎，要不我给他吹50个糖人？不行，这还有点累。我说大哥，光人家昨天送你那箱烟，50条就3万块钱了。对啊，你不说烟我都没想起来。哎，你说我要不买一盒烟，给他买个烟灰缸得了。烟灰缸，我他妈拿烟灰缸我砸死你得了！把账本拿过来。啊，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这10万块钱干嘛用的？这10万绝对不能动，这是我给我自己留的私房钱。嘿，嘿嘿。伊丽莎白正和母亲和姐妹们坐在一起，寻思着刚才听到的那件事情，拿不定是否可以告诉大家。恰到这时，威廉·卢卡斯爵士来了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我要来，穿那么骚什么意思啊？
那我真给你买了。你就拿这破东西糊弄我？你不想要，我还不想给呢。我要。转回去。我不会。行。今天我不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都被你套住了，我怎么走啊？你别说，这腰带还是挺结实的。丫的给你这么使是吧？别他妈碰老子！哎哎，说什么？哎呦，别挤我了！你不让我上，还不让我睡觉舒服点儿？不行。大宝。我明天可能要出差，走个4、5天左右。去就去呗，你去了我还能消停几天，做点正经事儿。和我女。大宝，谁都可以生我的气，就你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生气，我才会着急。还有，我应了你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
喂，怎么了这是？池晨要出差，月月跟着一块儿去。哎，吃醋了吧？我吃什么醋啊？我跟你说，事情正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呢。我猜啊，这次出差肯定是池晨他妈妈故意设计。他收到我的短信，沉不住气了，想要立马就把月月娶进门当儿媳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池晨掰回来。你这招挺管用啊，一边刺激月月，一边刺激池城他妈，双管齐下。对，他们越晚回来越好，越晚小粗包的存在就越让月月感觉到厌恶。既然月月已经认定自己是池家儿媳妇的身份，以她一尝到甜头就忘乎所以的性格，等她回来肯定会对小粗包下手。哦，所以你是希望月月跟池城多待一段时间，对吧？当然，我要去考察市场了。现在水也要开卖了，我要迎来我的人生第二春。走了。池城，你个渣男！刚子，啊，酒店订好了吗？啊，商务套间月已经先到了。你要是不想跟他睡一张床，可以出来睡沙发。还是你最了解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蛇的事对无所谓说了。啊，他自己问呢，我就随便应付他两句，也没跟他说现在的进展。行，如果他以后再问蛇的事儿，别告诉他，我怕他担心。嗯。今晚没什么事儿，你早点睡吧。行。Surprise！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这箱子给你。他走了吗？走了。你妈说，过2天双方父母见个面，就把我们俩的事定下来。那咱俩今晚要不要？要什么？他不是没跟你一起来吗？我们坐车过来的。怎么了？那我先去洗个澡。怎么了？我做噩梦了，梦见你把我抛弃了。
放心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你真好。睡觉吧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弄死你这个死畜生！来，这边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老板啊，这蛇躯在哪儿呢？这边，来，这上面，看看。老板，你这蛇也不行啊！一看你就是个行家。哎，过来，哎，我给你看看这个，看这个，这里头蛇没有一条不值钱的。你这蛇哪来的？这个你就别打听了，我不会诓你的。那我可不敢买，这万一要是野生的，这买回去养不活，白花钱。你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我保证这全都是养殖的。养殖？谁有这么大本事养殖这么多名贵蛇种？肯定是走私啊！小伙子，你是真打算买？本来打算买的，看你这么嘟嘟囔囔啊，这心里实在没底。算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回来。你这是要逼我说实话呀？什么叫逼呀？那换你买东西，这东西来路不正，你敢买吗？来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那批蛇有线索了吗？有了。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事儿告诉池诚了，让他自己来解决。反正他也是利用月月来说服他爸。如果他自己找到了，那月月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想，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了池诚，池诚一定会想方设法把那批蛇夺回来。到时候，池诚和他爸的矛盾会再度升级。池诚和他那批蛇，难免会再遭黑手。再遭黑手。我觉得，应该在暗地里帮他一把。这样的话，既能把蛇拿出来，也能把理亏那方推向他爸，以绝后患吧。哎，无所谓。你是想让他俩分手呢，还是你自己想和他在一起？废话，那肯定是他俩分手啊！那你那么操心那批蛇的事儿干嘛？哎，你是来报仇的，不是帮他救蛇的。那我这不是为了行善积德吗？你想啊，我之前暗算池诚那么多次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能补偿他的机会，补偿他得了。那月月那边的计划还要进行吗？进行？为什么不进行？哎，你想啊，到时候月月和池诚分手，月月肯定会找池诚他妈哭诉，池诚他妈必然会迁怒池诚，池诚也一定会对月月深恶痛绝的，断月月的后路。我严重怀疑你的情敌已经换人了。哎呀，这个天，哎呀，好热啊！好，咱们说点实际的吧。你打算怎么把那批蛇从集团内部里运出来？就这样，然后一定会